过来消息来看，高雄的轻铁上尾班车本底是暗时10点发车哦，考虑到讲即马暗时的活动愈来愈多，所以决定要先试办2个月轻铁暗时的加班车。也毋过民众跟民意代表针对这个试办的计划哦，拢有真有意见。夜车内面人吵，高雄夜经济甲活动增加，加上民众反映讲有暗时坐车的需求，高雄捷运公司15号开始试办轻铁深更加班区间车时间2个月，试办点对里亚内站到蛤蟆城站。顺行的末班车抵达西万里子内站后，将以深夜加班区间车方式延驶至西14哈马星站后，再折返至西万里子内站。试办期满将是该搭乘率以及沿线居民反应评估是否续办。轻铁驶入去北至第2站，高雄捷运公司表示，试办点集中伫咧北至，还有阿湾一带。除了考虑到需求量，也因为这个所在是商业大楼，还有观光区，较袂去影响到居民。对我来讲，我没有在使用啊。那个需要的话呢就要开啊，不需要的话那个。开一趟也是赔一趟啊！像我住这附近就比较方便了，不要说这样还要去转公车啊，还是要坐计程车啊。民众看法无共款，民代共款有意见，有民代认为车帮伤过晚，无法度搬到捷运红线局线，也有民代认为坐车人数可能无符合经济效益。中间有3分之2都是经过住宅区，最后进入到盐城区博二或者哈马星这个地段的时候，我相信在半夜。应该也没有观光客会去乘搭啦。民代建议，若考虑到夜经济试办点会当刷到北高雄，小接夜市百货公司的爱河之新站等等。针对这部分，高雄捷运公司表示，会和民代还有市政府建议讨论看甲要修正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